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，就是有遮尔啊卡合的代志。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伫个2月初6这个日子发生大地震，啊，咱台湾有2届的地震，嘛是发生伫个2月初6。啊，地震发生的时间嘛拄好，拢是伫个半暝，或者是透早天也未光的时阵，民众拢还咧困，互地震摇精神，未负多命。啊，讲土耳其即届的地震比咱的921还佫较强2倍。地震中心讲，台湾目前观测到的长残才100多公里，要发生7.8的地震几率较低。但是也是不可轻忽，也就是讲，咱嘛是爱认真来看待，唔通想讲无要紧。规栋大楼倒去，2006年2月初6，台湾发生规模6.6的地震，震央伫高雄美浓，和台南的会馆金龙大楼倒去，死亡人数嘛差不多110个人。灾害现场，2008年同款发生伫2月初6暗时11点50分，花莲嘛出现规模6的大地震，和4栋大楼倒落去，拢总17个人死去，280个人受伤。这2件地震含即摆土耳其强震比拼，时间点拢伫2月初6，发生的时间嘛拄好伫半暝下10仔，和民众拢被护照。1999年9月2日，规模达到7.3，伫台湾历史纪录强度同款是排第1。那土耳其强震比921更加厉害2倍。车龙埔断层大概有112哈，发生到这么大的地震大概差不多要150，它只要规模超过7，7.1，它就会造成蛮大的在西部地区所累积的能量，我们其实也除了921之外了哈，我们其实还是要小心啊。土耳其发生强震了后，台湾嘛拄好伫8号半暝5点外，伫宜兰近海发生规模4.4地震。气象局就讲，台湾的厝会堪这栋地震，民众唔免太过惊吓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